后壁这个数点，因为伊叫做空无边数点，即无边数点，无所有边数点，非常边数点。啊，你这种属于这个八象边内底，八象边内底。那既然八象边内底当中，咱来注意，这就说想到这个数学界这条问题，这种叫做是安排，因为有没有安排？所以咱学的是在方面的理念里面，所以这个不靠心了吼。你象边内底当中，因为为这个多厉害。为解决当中的这个一心不容，为不达到这个不同的，这个不同的，不达成这个不同的，不同的嘛，同的嘛，那同的怎么说呢？在今年我现在到同的嘛，这几个老师这个人呢，这个概念嘛，但是这些故事说不干，故事说不干，不干嘛？就是咧，上上个界咧当中，就是咱本身我也跟过，所以这是一个让人一个这个叫做伤害，伤害，空间的伤害，伤害经济嘛，我们就伤害经济嘛，伤害经济的那种数想就是数学嘛。那数学跟数学就是搭配嘛，它其实就係嗰種摩基特技嘛，呢啲事情嘛。它這個嘅加上啊，加上啲加這個數量，這個三倍數倍嘛。所以這數倍就是包括三倍，但是這是倍。它里面摩基特技啊，它这个咱这个做高点，你不靠谱的怎么办法？那么你想想，我到中心提到这个30的样子，所以我到中心这一点，我觉得我应该中心。所以你能想到很多。理先想象，理不想象，理先想象。这个里面随时业绩按出为标，但是你今天当中这个想的安排，这才能我能够，咱今天包括问题，现在我现在爱看啥？小价的第手命，但是因为你为了一直爱看的，这个到底你未有论嘛？你袂注意吗？后面时间中，你若无食迄个料，你可能袂买，你就变化空间也无变。这个当时虽然当时无人怎么做的，伊那讲，我无论种几种，连续对思想，对病一些不必或者是一种，我因为我有医疗，我对思想，对病一些不必我的安全，这个人家讲对于这种情况，我们讲究，对人，当然这个过程，我们有这个数理的方面，第一就是想要解决这个第一就是现在就是正常发展的要求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点，这是什么？他提到说，我这个东西都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原因，有一个属性，它这个是什么来的？我感觉不大，它是哪一点？但是这个你的这些情况，但是它这个怎么样？它有这个，它这个大部分的。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到这个第一阶段，每个人每个人，你这个懂吗？我们就是说，你说就是这个，他搞表演，你说搞你呢，这个叫什么搞？他每天